你有没有发现，走路的时候脚尖会拖到地板，或者上楼梯时脚背抬不起来，容易绊倒，甚至在家里踩地毯都会被勾到，差点跌倒。这个状况叫做垂足，也就是脚掌前端抬不起来，脚尖会往下垂。很多长辈以为这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但其实不是。如果不处理，走路会越来越危险。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如果你没有把这支影片看完，你很可能会错过一个小细节，让你练习的时候没有效果，脚尖还是抬不起来，跌倒的风险会变得更高，甚至可能摔断髋骨，需要长期卧床。请别担心，我今天会告诉你3个安全的动作，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做，不需要任何器材。这些动作可以帮助你唤醒抬脚背的肌肉，改善脚尖拖地的问题。我先跟你说几个常见的指兆。走路的时候，脚尖会刮到地板，在家里容易被地毯绊倒。走路的时候，脚会画出一个圆弧形，或者需要把脚抬得特别高才能往前走。如果你有这些状况，代表你的小腿前侧肌肉可能变弱了，或者神经传导出了一点问题。很多人因为害怕跌倒，就不敢出门，不敢跟朋友聚会，生活圈变得越来越小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无法改善的。很多情况下，只要做对的运动，肌肉和神经可以重新连结，脚背就能抬得更高。我今天会一步一步教你3个动作。第一个是主动抬脚背，第2个是用力但不动的训练，第3个是伸展小腿。我会告诉你每个动作要怎么做，为什么有效，如果做错了该怎么调整还有，如果你关节疼痛或者肌肉比较弱，该怎么变化动作。请你先看到最后，你会知道怎样安全地唤醒抬脚背的肌肉。今天就能开始。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也想知道你是不是正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数字0。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垂足。垂足的意思是你的脚掌前端很难抬起来，所以走路的时候脚尖会往下垂，拖在地上。这不是脚本身的问题，而是控制脚背往上抬的肌肉和神经出了状况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神经讯号就像红绿灯在控制道路。当红绿灯变绿灯的时候，车子可以通过脚就能抬起来。但如果红绿灯故障了，讯号延迟或者没有讯号，车子就会卡在路口，脚掌也抬不起来。当脚背抬不起来的时候，身体会想办法补偿。你可能会把髋关节抬得特别高，或者走路的时候脚会绕一个大圈，或者身体会往前弯。这些补偿动作看起来好像可以走路，但其实会让你的腰部、膝盖承受更多压力，久了就会痛。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呢？我教你2个简单的自我检查方法，只要30秒，而且很安全。第一个方法，坐在椅子上，背挺直，然后是住，把脚尖往上勾，朝着小腿的方向抬，比较看看左脚和右脚哪一边比较难抬，哪一边抬得比较高。如果有一边明显抬不起来，或者2边都很难抬，那就需要注意了。第2个方法，站在椅子旁边，请家人站在你身边保护你，然后慢慢地往前走几步，注意看你的脚尖有没有刮到地板或地毯。如果有，那就是垂足的指兆。但是有几种情况，你应该先去看医生，不要自己练习。如果你的脚或小腿有麻木感、刺痛感，或者你有糖尿病、中风的病史，或者你最近有跌倒受伤，这些情况都需要先让医生检查清楚。我要跟你强调一件事，垂足不代表你老了，
没用了。很多情况下，这只是肌肉变弱了，或者关节变僵硬了。透过正确的练习是可以改善的。在开始动作之前，请你准备好一张稳固的椅子，确保家里的光线充足，穿一双防滑的鞋子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好，把椅子准备好。下一部分我们开始动作1。在教你动作之前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是我的病人王伯伯，今年72岁，住在台中北屯。3个礼拜前，王伯伯走路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脚尖常常会刮到地上，有几次差一点跌倒。他开始害怕出门，因为他担心自己会在路上跌倒，被人家笑或者受伤。他的女儿很担心他，就带他来找我。我检查之后发现，王伯伯的小腿前侧肌肉变弱了，抬脚背的力量不够，所以走路的时候脚尖会往下垂。但是他的膝盖、髋关节都还不错，神经也没有大问题，只是肌肉需要重新训练。我教了王伯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3个动作。前10天，他每天做动作1和动作2，每次大概5分钟。10天之后，他跟我说，他走路的时候脚尖明显抬得比较高了，在家里走动比较不会绊到东西。他现在已经敢慢慢走到巷口的超商买东西了。我想跟你说，进步不需要很快，也不需要很完美，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很好。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不要期待明天就能走得像年轻人一样。重要的是每天都做一点肌肉会，慢慢记住这个动作。我建议你这样安排：第1个礼拜先做动作1，熟悉抬脚背的感觉；第2个礼拜加上动作2，增加肌肉的力量；第3个礼拜在做动作1之前，先做动作3，也就是伸展小腿，这样可以解锁你的脚踝，让抬脚背变得更顺畅。但是我必须提醒你，这些运动不能取代医生的诊断。如果你的麻木感越来越广，突然变得很痛，或者突然变得很没力，请停止练习，马上去看医生。如果你2只脚都有无力的状况，那就2边都要练习，但是可以先多练比较弱的那一边。把这支影片存起来，跟着王伯伯的节奏，我陪你一起做。现在我们开始第1个动作，主动抬脚背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唤醒你小腿前面那条肌肉，叫做胫骨前肌。这条肌肉负责把你的脚尖往上抬，让你走路的时候脚尖不会拖地。如果这条肌肉太弱了，或者神经讯号传不过去，你的脚尖就会往下垂。在开始之前，请你确认你的环境是安全的，找一张稳固的椅子，椅背可以靠，光线要充足，穿一双防滑的鞋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家人站在你旁边，手随时准备扶你，但是不要拉你或推你。好，我现在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。第1步，坐在椅子上，背靠着椅背，2只脚的脚跟都放在地上。第2步，慢慢的把你的脚尖往上勾，朝着小腿的方向抬。注意，脚跟不要离开地面，只有脚尖往上抬。第3步，在最高的位置停住2秒钟，然后慢慢的把脚放下来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做10到15次，休息一下，再做第2组，也是10到15次。做的时候呼吸要自然，不要憋气。为什么这个动作有效呢？因为每一次你抬脚尖，你的大脑就会送出讯号给肌肉，叫它收缩。重复做很多次之后，这个讯号会变得越来越强，就像红绿灯恢复正常运作一样。而且这个动作可以增加你脚踝的活动范围，让你的脚踝变得比较灵活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太简单，可以加一点阻力，拿一条毛巾绕在你的脚尖上，然后用手轻轻往下拉，这样你抬脚尖的时候就需要更多力气。
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太难，可以在脚跟下面垫一个抱枕头或毛巾，这样抬脚尖的幅度就不用那么大。如果你的脚踝会痛，那就不要抬得太高，也不要摇晃脚踝，慢慢的小幅度的抬就好。我现在跟你说几个常见的错误，还有怎么改正。第一个错误，很多人抬脚尖的时候，连脚跟都抬起来了，这样是不对的。请记住，脚跟要一直贴在地上，只有脚尖往上抬。第二个错误，抬得太快，像在抽动一样，请放慢速度，慢慢抬，慢慢放，每一下都要控制好。第三个错误，抬脚尖的时候，肩膀也跟着用力，脖子也变紧了，请放松上半身。吐气的时候抬脚尖，这样会比较轻松。我要再跟你强调一次，不要期待一次就能抬很高，每次能多抬1-2毫米就已经很棒了。肌肉需要时间适应，神经需要时间重新连结，你要对自己有耐心。做完之后，请喝口水，休息30秒，我们准备做动作2。第二个动作叫做等掌收缩抬脚背。等掌收缩的意思是肌肉用力，但是关节不动。这个动作非常安全，特别适合关节发炎或者肌肉很弱的人，他可以在不移动关节的情况下增加肌肉的力量。我现在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坐在椅子上，把你比较没力的那只脚放在下面，另一只脚轻轻地踩在这只脚的脚背上。第二步，下面那只脚是着把脚尖往上抬，但是上面那只脚要往下压，不让它动，这样下面的脚用力往上推，上面的脚用力往下压，但是脚背根本没有动。第三步，维持这个用力的状态5到7秒，然后放松5秒，做8到10次，休息一下，再做第2组。如果你很难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面，可以请家人帮忙，请他们用手轻轻按住你的脚背，然后你试住往上抬，他们的手往下压。如果家里没有人可以帮忙，你可以用一条弹力带绑在脚背上，手拉着弹力带的另一端，制造阻力。为什么这个动作有效呢？我用一个比喻，这个动作就像在安静地帮肌肉充电。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，但是肌肉里面的纤维正在用力收缩，大脑和肌肉之间的连结正在变强。当你之后走路的时候，大脑就能更快速、更有效地教这条肌肉工作。我现在跟你说这几个常见的错误。第一个错误，用力的时候，整个大腿、整个髋关节都在用力，请调整一下姿势，专注感。觉小腿前面那条肌肉在用力，就像有一把火在你的胫骨旁边燃烧。第二个错误，憋气。很多人用力的时候会忘记呼吸，请记得吸气、吐气，保持自然的呼吸节奏。关于进步的安排，第一个礼拜维持用力5秒钟就好，第二个礼拜试住延长到7到10秒。在2组动作之间，你可以用手轻轻按摩小腿前面的肌肉，按10到15秒，让肌肉放松一下。我知道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外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变化，但是你要相信，肌肉的内部正在改变。这就像你在帮电池充电，外面看不到，但是里面的电量正在增加。好，休息30到45秒。接下来我们要做动作3。放松小腿，让抬脚背变得更顺畅。第3个动作是用毛巾伸展脚踝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放松你小腿后面的肌肉，也就是小腿肚，还有阿基里斯腱。这些肌肉如果太紧了，会把你的脚尖往下拉，让你更难把脚背抬起来。所以我们要先把它们伸展开来，解锁你的脚踝。这样做动作1的时候就会更有效果。我现在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坐在床边或椅子的边缘，把需要伸展的那只脚往前伸直。第二步，拿一条毛巾，
绕在你的脚掌中间，不要绕在脚趾头或脚跟，就是脚掌的中间位置。第3步，用手抓住毛巾的两端，轻轻往身体的方向拉，膝盖要伸直，不要弯曲。你会感觉到小腿后面有一点紧紧的拉拉的感觉，但是不会痛。第4步，维持这个姿势20到30秒，然后放松。每一边做2到3次，做的时候呼吸要慢慢的深呼吸，慢慢吐气。如果你的小腿很僵硬，伸展的时候很不舒服，可以把膝盖稍微弯一点点，这样伸展的幅度就不会那么大。如果你很难弯腰去拉毛巾，可以用比较长的带子，像是瑜伽伸展带或者浴袍的腰带，这样你就不用弯那么多。有几种情况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你伸展的时候感觉很痛、很刺，或者小腿突然抽筋，请马上停止减轻拉的力道。如果你的阿基里斯腱有急性发炎，请先问过医生，再做这个伸展。我教你一个很有效的组合技巧，每次做完伸展之后，马上做5到8次动作。也就是主动抬脚背，你会发现伸展之后再抬脚背，动作会变得比较顺畅，比较轻松。这就是我说的解锁效果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很多人会觉得腿比较轻松，走路的步伐也比较轻盈。这是因为小腿后面的肌肉放松了，前面的肌肉就可以更有效的工作。好，最后一部分我要教你怎么把这3个动作排进你每天的生活，里还有一些防跌倒的小技巧。现在你已经学会3个动作了，我要跟你说怎么把它们变成每天的习惯。我建议你这样安排，第1天到第7天，也就是第1个礼拜，先做动作1，主动抬脚背，做2组。在做动作1之前，先做动作3。用毛巾伸展小腿，这样可以让关节比较放松。第8天到第14天，也就是第2个礼拜，加上动作2，等掌收缩抬脚背，也是做2组，每次用力7到10秒。2个礼拜之后，你每天只需要花5到10分钟练习，不需要做得很完美。重要的是每天都做，就算有一天忘记了也没关系，隔天再继续就好。我建议你在手机上设定一个提醒，例如用 LINE 提醒，每天早上或下午提醒你该做运动了。你也可以在月历上做记号，今天我抬了几次脚背，这样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。除了运动之外，预防跌倒也很重要。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检查清单。第1，把家里松动的地毯整理好或者拿掉，不要让地毯绊到你。第2，增加走道的照明，特别是晚上起来上厕所的路上，灯光一定要够亮。第3，穿防滑的鞋子，不要穿拖鞋，因为拖鞋很容易脱落，让你跌倒。第4，如果你要站着练习，一定要有椅子或扶手在旁边，请家人陪在你身边。第5，如果你觉得累了，就休息，不要勉强自己做太多。如果感觉到痛，特别是刺痛，就要停下来，不要硬撑。那什么时候应该去看医生或复健师呢？如果你的麻木感越来越广，肌肉无力的状况突然变严重，有刺痛感，最近有跌倒，或者你有糖尿病或中风的病史，这些情况都应该先去给专业人员检查。我想用一句话送给你，不是完美，而是每天一点点。你不需要做得像运动员一样好，你只需要每天进步一点点。今天比昨天多抬1毫米，就是进步。今天走路比昨天稳一点，就是进步。请你把这支影片传到你的 LINE 家族群组，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因为垂足这个问题在长辈当中很常见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可以改善。
如果你把这个知识分享出去，你可能帮助你的家人、邻居避免跌倒，守护他们的安全。如果你正在对抗垂足，请在留言区打上"我正在对抗脱脚"，让我知道你正在努力，也让其他人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。最后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适合长辈的健康练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记住，每天一点点，你的脚步会越来越安全，你的生活会越来越自在。加油！